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懸案錄》。今日要解說嘅呢單案，放喺中國刑事偵查史上都係極之罕見嘅案例。唔係因為佢殺咗好多人，而係因為兇手嘅心理質素同對法律漏洞嘅利用，令人覺得詫異。時間翻到1994年嘅黑龍江佳木斯市，當時嘅佳木斯仲係一個典型嘅東北工業城市，人際關係相對單純。但係由嗰年嘅8月開始，一股血腥味開始喺呢座城市蔓延。8月3號，佳木斯郊區嘅和平鄉，有農民喺一處雜草叢入面發現咗幾個發出惡臭嘅編織袋，打開一睇，入面竟然係被切割成碎塊嘅人體殘骸。警方接報到場之後，喺現場周圍又陸續捉到多個袋，入面裝住嘅係唔同部位嘅肢體。經法醫拼接，發現呢度唔止一個死者，而係一男一女。正當大家仲喺度震驚嘅時候，隔咗幾日喺另一個地方又感到細小嘅碎塊，經鑑定竟然係一個只有2歲左右嘅細路，一家3口滅門碎屍。當時佳木斯警方嚴陣以待，但係案發現場即係第一現場喺邊度，死者係邊個，兇手係男定女？喺嗰個仲未有 DNA 庫、未有天眼監控嘅年代，一切都好似喺大霧入面咁。今日就同大家由呢個神秘嘅女子任曉雯講起。要查死者身份，最快嘅方法就係查失蹤人口。警方好快鎖定咗一戶人家，喺佳木斯經營小本生意嘅徐學志一家3口。徐學志同老婆帶住一個2歲嘅兒子，喺當地經商，口碑良好，但已經失蹤咗幾日。當警方去到徐家已出租嘅一間屋時，發現大門緊鎖，入面打掃得乾乾淨淨，甚至有一種過分整潔嘅違和感。警方喺地板罅縫、牆角利用化學試劑檢測，發現咗大量洗唔走嘅血跡反應。呢度就係第一現場。根據鄰居憶述，徐家最近將呢間屋出租咗俾一個叫任曉雯嘅女人，佢樣貌秀麗，說話細聲細氣，平時見到鄰居都會點頭微笑，望落完全唔似會殺人。佢同徐家關係好似一家人咁，成日去徐家食飯。但係當警方去調查呢個任曉雯嘅身份證資料時，發現所有信息都係偽造，公安系統信息入面冇呢個人嘅資料。而同時徐家嘅存摺、現金仲有值錢嘅首飾，通通都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據馬艷紅後來供述，殺徐家嘅過程中異常冷靜，佢先係利用自己孤身女子嘅弱點博取徐家嘅同情，甚至主動幫徐家做家務。8月2號晚，佢邀請徐家3人嚟出租屋食飯。佢喺飯盒入面落咗大量嘅安定。等徐學志夫婦分睡之後，馬艷紅攞出預備好嘅菜刀，先殺大人。最令人髮指嘅，連徐家2歲嘅兒子都唔放過。佢俾出嘅理由好簡單，就係怕小孩喊會驚動鄰居。行兇之後，佢喺廁所花咗1晚時間碎屍，將屍體分裝喺編織袋，清潔屋入面嘅血跡，噴香水遮味，再趁半夜分批用3輪車運出去。1967年出生於佳木斯農村一家庭，佢自小聰明伶俐，成長後外貌標致可人。佢結過婚，有1對仔女，原本生活平淡，可惜佢內心貪圖虛榮。佢唔甘心過農村生活，一心想發大財。離婚之後，佢帶同仔女嚟到佳木斯市區，但就因為冇學歷、冇技能，又唔肯做辛苦工，生活好快就陷入困境。後來佢發現，憑住自己嘅美貌，可以好容易令男人放低戒心。佢一開始只係想騙財，但係徐家嗰次係佢第一次殺人。馬艷紅原本只想偷徐家嘅存摺，但佢發現徐學志2夫妻對佢太好，成日都好照顧佢。佢覺得如果唔清除呢家人，佢嘅意圖好快會被識穿。喺佢眼中，人命嘅價值竟然比唔上一本幾千蚊嘅存摺。作案之後，
馬艷紅消失咗一段時間，佢攞住徐家嘅錢去咗牡丹江等地生活，但係錢好快就用晒，佢又返回佳木斯。不過今次佢改頭換面，化名黃蘭，準備進行下一次嘅犯罪計劃。5年初，佳木斯一間叫白蘭嘅分界所嚟咗一位叫黃蘭嘅女士，佢自稱單身，想佢一個有經濟基礎、性格穩重嘅男人共度餘生。好快佢就物色到一個目標，退休幹部董某。董某年紀較大，有退休金，仔女唔喺身邊，正正係馬艷紅眼中最完美嘅獵物。馬艷紅再次發揮佢嘅演技，佢對董某體貼入微，交往期間主動幫佢洗衫煮飯，關懷備至。董某以為自己行咗桃花運，甚至已經準備好禮金，打算同馬艷紅正式結婚。1995年6月，董某離奇失蹤。幾日之後，佳木斯松花江邊發現咗幾個同樣嘅編織袋。警方一睇到嗰種行兇嘅手法，即刻諗翻起1年前嘅徐家滅門案。警方今次好快揾到突破口。董某失蹤後，佢存摺入面嗰2萬幾蚊，喺當年嚟講係一筆巨款。喺銀行被人分2次攞走咗。據銀行職員憶述，提款嘅係一個斯斯文文、戴住墨鏡嘅女人。與此同時，警方喺董某屋企發現咗一枚女性嘅指紋，呢個指紋同徐家案現場留低嘅指紋完全吻合。2宗命案正式並案調查。警方根據銀行職員同分界所員工嘅描述，畫出咗一張模擬畫像。呢張畫像貼滿咗佳木斯嘅大街小巷。終於喺1995年9月，有群眾舉報喺一間出租屋發現咗同畫像極之相似嘅女人。馬艷紅被捕嘅時候，佢非常冷靜，甚至仲喺度化妝。喺審訊室入面，面對證據確鑿嘅指紋，同埋從佢身上搜出嘅董某存摺，馬艷紅好快就交代咗整個殺人經過。佢承認2單案都係佢做嘅，目的就係為咗錢。1995年底，法院一審判處馬艷紅死刑。當大家都以為呢單案塵埃落定，點知喺宣判死刑嘅嗰一刻，馬艷紅突然表示：我要檢舉，我唔係主犯。佢編造咗一個故事，佢話所有行為都係一個叫孫海波嘅男人叫佢做。佢話孫海波係佢男朋友，殺徐家同殺董某都係孫海波落手，佢只係負責協助同埋處理後勤。佢仲繪形繪聲咁描述孫海波嘅外貌特徵：身高1.7米幾，東北口音，臉上有疤。根據當時嘅法律程序，如果有重大同謀舉報，案件必須發回重審，以確保唔會判錯案。佳木斯警方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去緝捕孫海波。佢哋查咗全省甚至全國名叫孫海波嘅人，一共排查出超過60個同名同姓嘅人。佢哋走訪咗馬艷紅所有嘅社會關係，查佢嘅通訊記錄，結果發現馬艷紅身邊根本從來冇出現過呢個人。呢個孫海波完全係馬艷紅憑空想象出嚟嘅救命稻草。佢利用法律對證據嘅嚴謹性，將壽命延長咗3年。呢3年入面，佢喺看守所入面表現得好配合，甚至仲喺度研究法律，想揾下一個借口。謊言始終會被擊破。馬艷紅喺佳木斯一手執導嘅呢場血腥連環悲劇，直到1998年12月，馬艷紅被依法判處執行死刑。隨住一聲槍響，呢單震驚整個黑龍江東部地區嘅命案正式畫上句號。但係案件留低嘅震撼同疑問到今日都仲未真正消失。馬艷紅呢個人最令犯罪心理學家研究嘅地方，係佢嗰種極端嘅冷靜同理性。佢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嗰種精神失常或有心理暴力傾向嘅殺人犯。佢亦都唔係因為一時嘅憤怒或者激情去殺人。相反，佢係一個清晰計算過風險同收益嘅精算師。喺佢嘅價值觀入面，殺人唔係一種罪惡，
而係一項經過成本核算之後嘅行動。佢最冷血嘅地方係將人性入面最溫暖、最基本嘅信任同情感，全部變成咗佢嘅工具。徐家房東對佢嘅關照，退休幹部董某對黃昏戀嘅純真渴望，甚至係一個2歲細路對大人嘅依附，喺馬艷紅眼中都只係可以量化成金錢嘅資源。當佢將婚姻、家庭甚至係租客關係都變成佢嘅獵場時，佢已經徹底將他人工具化。對佢嚟講，人命唔再係人命，而係一堆可以換取現金存摺嘅物件。冷血係一種性格，但馬艷紅話俾我哋聽，冷血係可以透過一次次成功嘅罪惡去優化。由佢殺死徐家第一個人開始，因為冇被即時拘捕，佢內心嘅道德底線就已經徹底崩塌。佢發現原來奪取他人生命係咁低成本高回報，所以佢先至會肆無忌憚咁開展佢嘅第二宗計劃，甚至到咗最後，佢喺法庭上編造出一個根本唔存在嘅同謀，利用法律程序入面必須核實新證據嘅嚴謹性，成功幫自己爭取多咗幾年命。呢種直到最後一刻都要壓榨制度漏洞、玩弄人心嘅表現，正正反映咗佢人格入面最黑暗嗰一面。只要可以達成目的，任何底線都可以隨意拋棄。當溫柔變成一種致命嘅偽裝，當愛情變成捕獸器，我哋仲可以憑咩去辨認危險？馬艷紅呢單案留俾我哋嘅，除咗唏噓，更多嘅係一種警示。惡魔未必係面目猙獰，佢可能係身邊嗰個對你噓寒問暖、看似弱不禁風嘅身邊人。今日嘅案件解說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呢個頻道，記得加關注同俾個 like， 亦都歡迎喺下面留言講講你嘅睇法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